Seek the Unseen第2集，我係阿 Woods。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睇過一套日劇，個故事大綱係講述一個小矮人嘅故事嘅。女主角係一個小矮人，好似係酒井法子飾演嘅。佢經常會匿埋喺男主角嘅西裝褸入邊，由男主角帶佢出街嘅。仲有10幾年前一套宮崎駿動畫叫做《借物少女艾莉緹》，佢係講述一個身高只有10公分左右，靠借嘢，即係其實成日都喺個主角屋企度攞咗啲嘢去用嘅一個故事嚟嘅。個故事就係講述一個叫阿祥嘅男仔，因為有心臟病，就返咗鄉下度靜養，無意之中就發現咗艾莉緹。初初艾莉緹係好驚阿祥呢個男仔，因為對佢嚟講，阿祥就係巨人，就好似我哋睇漫畫《進擊的巨人》入邊嗰啲巨人一樣，人類見到當然會好驚啦。經過咗一段時間嘅相處之後，艾莉緹發現阿祥其實只係一個心地善良嘅普通男仔，佢就慢慢放低咗戒心，而同佢做咗朋友啦。為咗做今集嘅節目內容呢，我就上網去揾咗一啲資料啦。我想揾一啲關於小矮人嘅目擊個案事件，就無意中發現，原來到今時今日嘅中國東北三省依然有呢啲目擊個案。其中一個個案就係一個嚟自大陸嘅網友，佢話佢細個嘅時候喺東北三省長大，有一晚佢喺屋企望見窗台有7、8個小矮人，每一個大約係手板咁高咁上下，而每一個嘅衣着呢，就好似我哋普通人一樣有衣裝打扮。佢當時驚到即刻大被冚過頭，唔敢再望。依佢當時嘅形容，一隻手掌咁大，大約就係15cm 左右啦。根據另一位網友提供嘅目擊事件呢，佢就話當時係日頭嚟嘅，佢同表弟妹喺屋企外面嘅空地度玩，突然之間佢見到有10個8個頭先所形容嗰種小矮人出現咗，佢哋排住隊咁樣呢喺度打緊水。佢當時好驚，就同啲表弟妹講：哇，有鬼啊！你哋千祈唔好過去啊！然之後佢幾個細路仔呢，就匿埋咗喺一邊喺度偷望嗰班小矮人。嗰班小矮人由始至終都係好安靜咁樣排隊打水，完全冇發現其實暗中有細路仔喺度觀察緊佢哋。之後佢哋就斯斯然咁樣匿埋咗去煤堆嘅後邊，就唔見咗啦。仲有一位網友喺2024年目擊過類似嘅事件，之後佢就同自己阿爺講，佢阿爺就覺得好似冇乜嘢咁樣，仲叫佢唔需要驚。阿爺話佢後生嘅時候都經常見到呢啲小矮人，佢哋冇惡意，唔需要理佢哋。聽起上嚟呢，對於佢哋嚟講，好似都係司空見慣嘅事。咁其實呢，喺大陸，除咗喺頭先講嘅東三省之外呢，喺一啲雲南嗰啲地方呢，都有咁樣類似嘅傳說。而根據《山海經》嘅《大方東經》記載呢，佢話喺東海之外，大方之中有個叫做小人國嘅地方，個名叫做靖人。靖即係郭靖嗰個靖，靖嘅意思係細小咁解。據講佢哋嘅身高呢，就只有9寸嘅啫。《山海經》《大方南經》亦都有咁嘅記載，佢話有個小人國叫做招搖國，喺個國家入邊呢嘅人都係姓紀嘅，即係有幾多個紀，以糧穀為食。仲有一種小人叫做菌人，即係細菌個菌。據說佢哋嘅身高呢都係得3尺嘅啫。根據《山海經》嘅《海外南經》亦都有咁嘅記載，佢話喺招搖國嘅東面呢，有個小人國叫做周搖國，佢哋住喺山洞之中嘅。雖然身材好短小啦，身高大約只有3尺，但係同普通人一樣咧，會穿衣戴帽嘅，而且生性非常之聰明，識得製造各種精巧嘅器物，例如啲矛啦、箭啊咁樣嘅嘢啦。此外，佢哋仲會耕田種地嘅。喺中國嘅歷史上面，小人嘅目擊事件都唔少嘅。嗱，我而家講緊嘅小人呢，係 literally 小人，唔係大街社會上面見到嗰啲啊。話說喺漢朝嘅漢武帝時期呢，有人向漢武帝進貢過一個身高只有幾寸嘅小人。嗰個小人係着住紫色嘅衫嘅。當時漢武帝就問學識淵博嘅東方朔，問呢個係乜嘢嚟㗎？東方朔就話呢個係巨靈，靈魂嗰個靈。佢話呢一種小人嘅壽命非常之長。咁睇嚟呢，當時所進貢嘅呢個小人呢，應該係生勾勾，唔係死咗嘅。我諗唔會有人嫌命長進貢啲死咗嘅嘢俾皇帝啊嘛。去到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就有咁樣嘅記載，話喺東海一帶，即係今日嘅山東同埋江蘇一帶呢，曾經捕獲過小人。記載就指當時咧喺海邊發現咗2個小人，身高都係1尺幾度，
大約係30公分左右啦。發現小人嘅時候，仲發現咗佢哋所坐嘅船同埋一啲愛嚟裝嘢嘅器皿。去到唐代嘅時候呢，又有一啲記載話喺當時嘅臨邑國，即係今日嘅東南亞一帶呢，有一個小人國嘅。佢哋呢啲小人呢，只係身高3尺，同頭先形容嘅一樣。咁大約今次呢啲高啲有1米到啦。咁佢哋全身赤裸，皮膚就係黑色嘅。好有趣嘅係呢，呢啲小人呢，仲會同當地人進行交易貿易嘅，甚至會通婚添。我諗應該係女小人啩，應該唔會男小人係嘛？去到清朝嘅紀曉嵐嘅《閱微草堂筆記》入邊，記錄咗一個非常之具體嘅目擊個案，就係發生喺當時嘅烏魯木齊深山入邊。據當地嘅牧民話呢，山入邊有一種小人，身高大約就30厘米，即係1尺到啦，男女老幼都有嘅。佢哋嘅特徵呢，就係會有紅色嘅頭髮啦，好似細路仔咁，中意偷牧民嘅嘢，特別係食物。講到呢度呢，從頭先嘅宮崎駿動畫《艾莉緹》呢，非常之相似啊。根據頭先所提到過嘅《山海經》入邊有提過呢，呢啲小人呢係出現喺中原嘅東面嘅呢啲地方嘅。例如一啲小人國咁樣啦，但係小人國呢係咪喺東面呢？就暫時無從稽考。但係呢，佢就有提過東面嗰一帶啦。咁我頭先講過喺山東海邊出現過嘅小人呢，喺古代呢，其實都算係東面啦。咁另外東北去到頭先東三省嗰邊都算係東面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東邊嘅地方呢，係到而家呢都有傳聞係出現過呢啲小人嘅足跡嘅，就係台灣啦。咁喺台灣台北一個日月潭嘅附近呢，有啲原居民叫做邵族人。咁邵族人呢，就話佢哋呢係世世代代都經常見到呢啲所謂嘅小矮人嘅。呢啲小矮人呢，大約身高1米到啦。佢哋係食山肉，同埋住喺啲好偏僻嘅山洞入邊嘅。咁有一部分呢，就會住用石頭嚟做屋啦，而住喺石頭屋入邊。咁去到台灣嘅苗栗縣呢，亦都有一個叫賽夏族嘅少數民族。佢哋就話當地嘅小人呢，除咗係大約有1米高度啦，佢哋亦都會喺古代嘅時候教過佢哋嘅祖先一啲農耕嘅技術嘅。咁所以現代而家嘅人呢，都仲會有一個叫做矮靈祭，即係去一個祭典儀式去紀念呢一啲矮人嘅。咁傳說之中呢，就係呢啲矮人呢曾經欺負過佢哋部族入邊一啲少女嘅。咁嗰啲村民呢，就喺啲小人出入嘅嗰條橋上面呢，就做啲手腳，咁令到啲矮人行過嘅時候呢，就跌咗落山崖度去報復佢哋嘅。然之後就因為咁樣呢，嗰啲矮人就好似同呢一班原居民交惡咗啦。咁但係呢，亦都有啲講法呢，係如果有外族嘅入侵呢，呢班小矮人呢，其實都會幫助當地嘅賽夏族呢去抵禦外敵嘅。咁可能因為始終佢哋世代已經喺嗰度住啦，已經算係鄰居啦。如果有啲外族人入咗嚟嘅話呢，霸領咗嗰度嘅話呢，嗰啲小矮人可能要重新適應呢一班人喎，甚至會變成係敵人啊。所以我諗佢哋會幫助當地嘅賽夏族去抵禦外敵啦。喺南投嘅萬豐鄉布農族部落入邊呢，本身部落嘅原住民呢，身材都唔高大嘅，其實可能都係講緊1.45米左右啦。但係佢哋口中嘅小矮人呢，同頭先台中台北所形容過嘅呢都好近似嘅，就係大約1米高度。咁佢哋話呢一種嘅小矮人呢，性情係好兇惡嘅，但係佢哋呢身手又好敏捷嘅喎。咁佢哋嘅共通點呢，就係大家都係高1米啦，皮膚黑嘅。咁其實成個台灣呢，似乎都係同一類嘅呢啲小矮人嚟嘅，但係似乎佢哋嘅性格呢又有啲分別喎。有啲呢就會去幫人嘅，就會教呢啲原住民去耕作，但有啲呢睇嚟對當地都係一種危害嚟嘅。而佢哋嘅共同處呢，就係佢哋都係啲深山入邊住啦，平時都唔會點同當地嘅人係有溝通聯絡嘅。睇嚟你係幾神秘咁樣。咁其實呢，喺呢啲森林入邊生活一啲咁細嘅人呢，我諗對我哋嚟講都係幾危險嘅。森林叢林入邊一啲野生動物呢，對佢嚟講更加係非常之致命啦。例如
有蛇啦，有蟒蛇啦，又都有台灣都有熊啊，或者有啲野狗啊咁樣。其實呢，對佢嚟講，呢啲動物呢都非常之巨大嘅，相對嚟講。咁呢頭先提到嘅《山海經》之中呢，亦都有提及過呢啲小人呢係好怕嚟自一種天空嘅大雀嘅。咁呢啲大雀好容易就會成個擔咗佢哋走嘅。咁當然啦，其實對咁細嘅人嚟講，個細到可以15cm 到20cm 手掌咁大嘅話，乜嘢都係對佢嚟講都非常之危險，都係致命啦。就算一隻老鼠對佢嚟講都係好大㗎啦，好似有佢哋咁大嘅，即係等於我哋見到隻熊咁樣，當然係非常之致命啦。咁其實就算喺歐美呢，都有好多呢啲關於小人嘅記載嘅。咁其實講開喺遊戲入邊都有出現過啊，例如我玩過嘅 Warcraft 啦、World of Warcraft 啦，或者The Lord of Rings 啦，呢部電影入邊都出現過 Dwarf 呢種矮人族㗎啦。所以當我揾呢方面嘅資料嘅時候呢，就會發現全世界各地都有類似呢啲咁樣嘅傳說嘅。咁跟住落嚟呢，我就會講下北美地區啦。話說喺美國散居咗好多原住民族群，佢哋係印第安部族，佢哋散居喺整個美洲大陸上面，自古至今都係一直流傳住地底人同埋小人嘅傳說嘅。而今日呢，就暫時講咗小人先。切諾基族散居喺美洲東南部，主要分佈喺今日嘅喬治亞州、田納西州、北卡羅來納州同埋南卡羅來納州。切諾基人相信有一群叫做 Wee-Chundee 嘅小人，佢哋身高大約只有人類嘅膝頭哥咁高，長頭髮及地，非常之善良。佢哋平時係隱形嘅，除非佢哋想俾你見到。傳說佢哋好中意打鼓同埋唱歌，如果你喺森林入邊聽到有鼓聲呢，就有可能係佢哋進行緊祭典。佢哋雖然有善良嘅一面，例如佢哋會幫迷路嘅細路仔返屋企，但如果你對佢哋無禮或者試圖捉佢哋威脅到佢哋嘅時候呢，佢哋係會對你進行報復嘅。肖肖尼族住喺愛達荷州、猶他州、內華達州同埋懷俄明州一帶，佢哋流傳住一種小人叫做 Nemerica， 呢種小人非常之具有攻擊性。傳說佢哋係住喺山區 Wind River Range 嗰度，會用浸咗毒藥嘅小箭射擊入侵者，生性比較兇殘。當佢哋嘅族人病咗或者老咗，佢哋會親手打碎對方嘅頭骨嚟結束佢哋嘅生命。另一個印第安部族黑奴族，喺佢哋嘅傳說之中有一種叫做 Nirumbi 嘅小人。黑奴族傳說之中嘅小人住喺懷俄明州嘅 Pine Mountains 嗰度。傳說之中，佢哋雖然好細粒，但係力量好大，可以徒手打死一隻大角羊。佢哋曾經向黑奴族嘅酋長傳授過戰鬥技巧同埋精神指引，被視為族群嘅神聖導師。講起懷俄明州喺1932年呢，發現咗一個保存得非常之好嘅小木乃伊。事情經過係咁嘅，當時有一班採石隊喺山邊埋咗炸藥，當佢哋炸開山體嘅時候，佢哋發現咗山體入邊有一個山洞，山洞深大約5米，高1.3米，當中有一個高起咗嘅石台，喺嗰度發現咗一具當時係以坐姿咁嘅形態坐喺度嘅木乃伊。呢個木乃伊如果企起身嘅時候，大約係高1尺左右，即係大約30厘米。X 光顯示佢有完整嘅人類骨架，有腦組織同埋凝固血液，死因似乎係因為暴力致死。科學家最初懷疑係造假，但檢查過之後認為木乃伊生前係真實嘅生物，年齡推測佢可能係65歲嘅成體。不過之後有其他嘅認證機構呢，其實係認為可能呢個只係一個畸形嘅嬰兒或者係一個小童嘅遺體，所以學界呢一直都冇共識嘅。主流嘅考古學界同埋人類學界對小人族嘅真實存在性都持高度嘅懷疑態度，認為多數嘅案例呢都缺乏科學嘅證據，部分屬於騙局。雖然得唔到科學家嘅 back up， 但係好多人依然相信呢一個係一個小人存在過嘅證據。如果講到歐洲嘅小人，大家一定聽過白雪公主同埋7個小矮人嘅故事，裡面嘅小矮人 Dwarf， 據我嘅理解應該係侏儒，而唔係我哋傳說中嘅嗰種小人。而成個歐洲嘅矮人傳說入邊呢，分佈嘅地域非常之廣泛。但係除咗小人之外，佢哋仲有地精 Goblin， 即係哥布林，同埋森林精靈 Elf 或者叫做 Fairy 嘅小仙子啦。咁講開又講，日本都有套動畫叫做《哥布林殺手》，咁其中嘅哥布林就係佢哋歐洲呢一種哥布林啦。雖然傳說中呢啲哥布林嘅身形係矮細，但係呢，佢哋同小人係兩種唔同嘅物種嚟嘅。話說住喺英格蘭或者蘇格蘭一帶嘅小人呢，佢哋住喺地底或者花園嗰度守護寶藏，
通常會被描繪成為有鬍鬚同埋戴尖帽嘅。而喺北歐嘅傳說入面，呢啲小人係會住喺山洞或者礦洞入面，擅長冶金同埋工藝。佢哋其實喺魔界入邊嗰啲矮人嘅原型嚟，而遠至到冰島都有呢啲叫做隱形居民嘅人嘅。傳說中佢哋生活喺石堆、山丘同埋岩石入邊，外形就似人類，但係人類通常都睇唔到佢哋。冰島人直到而家，當佢哋興建道路或者房屋嘅時候呢，都會盡量避免破壞被認為係佢哋居所嘅石頭，以免招致厄運。而喺斯拉夫地區，就形容呢啲小人係住喺佢哋屋企或者爐灶下邊或者接近門檻嘅地方。佢哋會保護屋企同埋牲畜，外形就好似毛神神嘅一個小老人家嘅形態。如果得罪咗佢哋就會製造麻煩，同埋搬屋時候一定要帶埋佢哋走。咁呢一點呢，就同我哋嘅文化之中嘅土地公呢非常之相似。而喺澳洲呢，都有同樣非常豐富嘅神秘小人國傳說，主要來自澳洲嘅原住民嘅神話。佢哋嘅小人傳說同你之前睇到嘅台灣甚至《山海經》入邊記載嘅有唔少相似之處。以下係幾種最著名嘅矮人。第一種叫做 Jujuni， 呢種喺澳洲最為廣為人知嘅小人，主要流傳喺昆士蘭省嘅東南部，近住 Brisbane 嘅 Stradbroke Island。佢哋嘅特徵係身高大約60至90 cm， 全身佈滿褐色或者黑色嘅毛。佢哋有紅色嘅眼同埋白色嘅尖牙。佢哋中意喺山洞或者係岩石縫入邊住，動作非常之靈敏，通常喺夜晚出沒。性格方面雖然有啲會表現得具有攻擊性，例如會偷襲人類，但更多時候被描述為頑皮嘅惡作劇者。例如佢哋會喺你瞓覺嘅時候扯你嘅腳趾啦，或者偷偷地走入你屋企嗰度偷嘢食。第二種叫做 Mimi Spirits， 主要流傳喺北領地嘅阿納姆地。佢哋嘅外形同一般認知嘅矮人有啲唔同，佢哋被描述為極度纖細瘦長嘅生物，細到連一陣風都可能追斷佢哋條頸嘅。傳說之中，Mimi Spirit 先至係澳洲土地嘅原始主人。佢哋教識咗原住民點樣狩獵、烹煮袋鼠肉，同埋喺岩石上面畫壁畫嘅技術。由於太過脆弱啦，佢哋平時會匿埋喺石縫入邊啦，只會等完全冇風嘅夜晚先會出嚟活動嘅。第三種叫做 Wolafa， 呢種係北領地 Yolngu 族人嘅守護者。佢哋嘅特徵係身高大約只係到人嘅膝頭哥咁上下啦。佢哋被視為土地嘅守護者。如果你係當地人，佢哋唔會搞你，但係如果你喺嗰度做壞事或者偷嘢呢，就會遭到佢哋嘅報復。佢哋仲具有變身嘅能力，可以化身為動物、樹木，甚至係已故嘅親人嘅樣。頭先講咗好多關於全世界小人嘅傳說、特徵同埋性格，究竟現實上佢哋係咪真係曾經出現過喺呢個世界上面呢？我個人偏向係相信真嘅。當然有一部分可能係古人嘅一啲想像或者口耳相傳嘅神話，但係就好似金字塔咁樣，當呢啲建築物分佈喺世界各地嘅時候，你就唔可以話佢哋之間係完全冇聯繫嘅。雖然剛才提到美國嗰個個案，真實性仲存在好多爭議，但係有台灣學者曾經推測，台灣以前可能真係存在過一種類似咁樣嘅族群，後來因為同原住民發生衝突而絕跡。呢個研究小組喺2022年10月喺《世界考古學雜誌》發表咗一篇名為《台灣黑矮人和東南亞史前史：小馬洞新發現》嘅文章。根據內容顯示，研究員針對喺台東成功鎮小馬洞入邊發現嘅骸骨進行研究，喺分析頭骨 DNA 嘅時候，發現佢哋同大約同一時期嘅非洲樣本非常之接近。研究員指出，呢啲股骨同埋頭骨係嚟自同一位年輕女性，雖然揾唔到完整嘅骨架，但係估算呢位女性嘅身高僅僅係得139公分。另外仲發現佢嘅身形大小同形狀同目前生活喺南非同菲律賓部分地區嘅黑矮人非常之相似。呢項研究首次證實咗6000年前黑矮人狩獵族群可能真係存在過。換句說話，流傳咗幾個世紀嘅黑矮人傳說，好大機會係事實。記錄顯示，台灣好多原住民嘅部落都有關於小黑人嘅傳說，形容佢哋嘅身材矮細，
皮膚黝黑捲髮，而且生活喺偏遠嘅山區。由清朝日治時期到而家，研究人員記錄咗差唔多258個有關小黑人嘅描述。不過唔同嘅部落對佢哋嘅睇法都唔一樣，有啲原住民認為小黑人係祖先，有啲就視為佢哋係敵人，甚至有啲部落記錄佢哋喺1000年前殺死咗最後一群嘅黑矮人。根據清朝記錄，呢啲深色嘅皮膚族群語言同埋南島族群完全唔同。佢哋可能喺台灣生活咗幾百年之後，因為西元前4800年有一群新石器時代嘅移民嚟到台灣，迫使呢啲黑矮人搬去更深山嘅地方，最後因為日益孤立同埋語言嘅隔閡，慢慢消失喺歷史嘅長河入面。除咗台灣之外，有學者認為《山海經》入面記載嘅小人國，即係周遙國同埋招遙國，可能係指現今嘅東南亞地區，即係馬來群島、菲律賓、印尼一帶。呢啲地方至少就有身高唔超過150cm 嘅原住民。古代中國南方嘅民族同呢啲族群有貿易嘅往來，呢啲真實觀察經過口耳相傳，慢慢就變成咗神話入邊嘅小人國。至於日本神話入邊嘅少彥名神，同埋北海道愛努族傳說之中嘅矮人克魯波克魯，亦都令部分人認為《山海經》入面嘅小人國係指古時候日本列島同埋琉球群島。雖然以上嘅推測解釋咗一部分矮人嘅存在，但係喺嗰啲得手掌咁大、大約1尺以下嘅小人，學術界依然未完全採納。如果我哋將1米左右嘅稱為矮人，1尺左右嘅稱為小人，咁現有嘅理論只係解釋咗前者。對我哋嚟講，呢啲生物就好似傳說中身高3米以上嘅野人一樣神秘，而且目擊者形容嘅小人通常有精緻嘅五官，甚至衣着打扮同我哋非常相似，就好似一個縮細版嘅人類咁樣。從自然進化角度嚟睇，生物為咗適應環境會分化成唔同嘅分支，例如熊同埋狼，4000萬年前係同宗，後來狼變得細啲去適應環境，而北極熊就變得越嚟越大。咁有冇可能人類喺古代嘅某個時間點亦都拆分成2個分支，一支為咗喺山洞匿藏減少能量嘅消耗而進化得越嚟越細，另一支就喺草原進化為咗監視危險而變得更加高大呢？當然，如果呢啲小人嘅腦咁細，點樣維持同人類一樣嘅智慧，甚至識得運用工具同埋着衫，同埋甚至教一啲人類去農耕呢？呢點的確好難理解。但係呢個世界咁大，仲有好多我哋未去過嘅地方、未見過嘅生物，我哋唔應該完全抹殺呢啲可能性。尤其係古代文字記錄嘅成本咁高，古人大部分時間都要揾食，創作故事係非常之奢侈嘅事，所以能夠被文字記錄落嚟，一定係佢哋覺得非常有意義或者真實存在過嘅嘢。好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下一集我會分享更加多奇異資訊俾大家。拜拜。